大家平時煮急凍餃子係咪成日煮到破皮唔得爆汁，仲黐底黐到懷疑人生？到底點先可以煮出好食過即包嘅完美餃子？相信呢個問題真係困擾咗好多人好耐，尤其是喺香港呢個節奏咁快嘅都市入面，邊個屋企嘅雪櫃冷凍格會冇一兩包急凍餃子守門口？無論係返工返到半夜3更返，到嚟想食個宵夜，定係放假懶得煮飯想搞掂一餐，急凍餃子絕對係我哋嘅神級救星。但係唔知大家有冇同感？好多時我哋滿心期待咁拆開一包餃子，諗住可以舒舒服服食一餐好嘅，點知一倒落鑊，煮出嚟嘅畫面真係慘不忍睹。一係就隻餃子都皮開肉綻，入面嘅肉餡同埋精華肉汁流到成鍋水都係，搞到好似飲緊一碗淡淡茂茂嘅餃子湯麵啖。一係就個皮煮到爛晒，但係入面嚿肉仲係凍冰冰或者實的，完全冇晒口感。再唔係就係隻黐住鑊底，一不小心用鑊鏟一鏟，成塊皮就留咗喺鑊底，搞到好似食緊爛糊咁，真係望到都火氣。其實好多人都以為煮急凍餃子是一件極之簡單嘅事，直覺上覺得只要將水燒開，然後將包餃子掉落去，等佢浮起就食得。我話俾大家聽，呢個正正就係大家犯得最嚴重、最常見嘅錯誤。如果你喺2026年嘅今日仲用緊滾水落急凍餃子呢個方法，咁你就真係嘥晒啲餃子。今日我會將我研究咗好多年，經歷過成千上萬隻餃子失敗之後總結出嚟嘅獨門秘技，毫無保留咁一次過傳授俾大家。呢個方法唔單止可以保證你煮出嚟嘅餃子皮唔會破底，唔會黐，最緊要係可以將急凍餃子入面嘅水分鎖死，令到每一啖咬落去都係滿滿嘅爆汁效果，甚至比去街外面鋪食現包嘅手工餃子仲要好食。等我哋先來講下點解用滾水下鍋係一個災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急凍餃子從雪櫃冷凍格攞出嚟嘅時候，溫度通常都係-18度左右，整隻餃子由內到外都係凍冰冰、硬邦邦嘅。而當你將一隻-18度嘅冰凍物體直接掉落去-100度嘅滾水入面，呢個極端嘅溫差會對餃子皮造成巨大嘅熱衝擊。水餃皮主要係由麵粉同水混合而成，入面含有豐富嘅澱粉質同埋麩質蛋白。當佢突然遇到極高溫嘅熱水，外層嘅澱粉質會瞬間糊化膨脹，但係餃子內部嘅肉餡同埋內層嘅皮依然係冰凍嘅。呢個時候，外層同內層嘅膨脹速度完全唔同步，外層嘅皮頂唔順，呢種拉扯力就會好容易裂開。再加上熱水滾起嘅時候，水流會非常猛烈，啲餃子喺鑊入面瘋狂互相撞擊，原本已經被扯薄糊化嘅餃子皮喺呢種猛烈撞擊之下，自然就必破無疑。所以要解決呢個問題，最關鍵嘅核心就在於控制水溫同埋熱傳導嘅速度。我哋嘅獨門秘技第一步就係要徹底放棄滾水落鑊呢個觀念，改為使用溫水下鑊。當你將急凍餃子從雪櫃攞出嚟之後，千祈唔好多手去幫佢退冰。急凍餃子一旦喺室溫退冰，水分就會滲出，令到包餃子表面變得濕濕碌碌，落鑊嘅時候反而更容易黐埋一齊，而且皮會變爛。正確做法係，當你要煮嘅時候，先直接喺雪櫃攞出嚟，然後喺鑊入面加入足夠嘅清水。呢度有一個好重要嘅小撇步，就係水嘅分量一定要夠多，起碼要浸過餃子2倍以上嘅高度。因為如果水太少，當你放入冰凍嘅餃子之後，水溫會急劇下降，搞到煮嘅時間拉得太長。餃子皮浸喺水入面太耐，就會變得好軟爛。落咗水之後，唔好等佢滾，我哋先開火。當你見到鑊底開始冒出細細個嘅氣泡，水面開始有少少煙升起，水溫大約喺-50度至60度之間嘅時候，呢個就係最完美嘅溫水下鍋時機。喺呢個溫度落餃子，溫差唔會太大，餃子皮可以有一個緩衝嘅過程，慢慢適應熱力。隨住水溫慢慢升高，熱力會由外到內，非常溫和咁滲透到餃子嘅內部，令到外皮同內餡可以同步受熱。咁樣一來，澱粉質就不會因為瞬間高溫而過度膨脹，自然就唔會出現破皮嘅情況。不過單靠溫水下鍋仲未夠，我哋仲需要2樣神奇嘅廚房調味料。喺你落餃子之前，一定要喺溫水入面加入大約1小茶匙嘅食鹽同埋幾滴普通嘅食油。點解要咁做呢？呢個絕對唔係隨便講講，背後係有非常嚴謹嘅科學原理。首先，食鹽入面嘅鈉離子會同麵粉入面嘅麩質蛋白產生化學反應，令到麵筋嘅結構變得更加緊密，更加有彈性。當餃子皮嘅彈性增加咗，佢喺煮嘅過程中就更加耐拉扯，唔容易裂開。其次，鹽水嘅沸點會比純水稍為高少些，這有助於控制澱粉嘅糊化過程。而加入嗰幾滴食油，目的就係為咗喺水面上形成一層薄薄嘅油膜，
同時亦會附着喺餃子皮嘅表面。咁樣當餃子喺鑊入面滾動嘅時候，油分就會起到潤滑嘅作用，防止餃子與餃子之間互相黏連，更加唔會黐喺鑊底或者鑊壁。當你做好晒呢啲準備工作，將急凍餃子輕輕放入溫水之後，千祈唔好由得佢唔理，亦唔好用鑊鏟好粗魯咁去攪佢。啱啱落鑊嘅餃子表皮層係比較嬌嫩同脆弱，如果你用鑊鏟嘅銳利邊緣去鏟佢，一不小心就會劃破皮。正確嘅操作手勢係攞一個湯勺，用湯勺嘅背面，即係圓潤嘅那一面，緊貼住鑊底，順住同一個方向，輕輕咁慢慢咁推動水流。記住，你唔係直接去推隻餃子，而係通過推動水流，利用水嘅旋轉力去帶動餃子旋轉。咁樣做可以保證所有嘅餃子都不會沉底，不會黐喺鑊底，同時又可以避免直接碰撞對餃子皮造成嘅傷害。當你輕輕推動水流幾圈，確保餃子都已經喺水入面游緊水，唔會沉底之後，就可以將火候調至中火。這個時候慢慢等水燒開。喺水開始變滾嘅過程中，你會發現一個好得意嘅現象，原本硬邦邦嘅餃子顏色開始變得有少少半透明，而且開始慢慢往上浮。當水完全滾起，咕嘟咕嘟咁冒大泡嘅時候，好多人就會急不及待想撈起，千祈唔好。呢個時候餃子皮可能熟咗，但係入面舊肉餡因為之前係急凍嘅，可能仲未完全熟透。如果呢個時候撈出嚟，好容易會食到生肉。為了解決內餡熟透而外皮唔會過熟變爛嘅矛盾，我哋就要借鑒古人嘅智慧，採用3次加冷水，即係俗稱點水嘅方法。不過對於急凍餃子，我哋嘅點水技巧需要稍微改良一下。當水第一次大滾嘅時候，我哋往鑊入面加入大約小半碗嘅冷水。呢個動作有2個好處，第一，佢可以瞬間降低水溫，抑制住沸騰嘅水流，防止劇烈嘅氣泡撞爛餃子皮。第二，冷水嘅加入會令到餃子皮因為熱脹冷縮而急劇收縮，令到皮嘅質地變得更加煙韌有嚼勁，而熱力則會繼續向內傳導，煮熟入面嘅肉餡。等水第2次再大滾嘅時候，我哋再次加入小半碗冷水，重複剛才嘅過程。通常來講，對於一般尺寸嘅急凍水餃，經過2次到3次嘅點水，成個煮嘅過程大約維持喺8至10分鐘左右。當你第3次見到水滾，而每一隻餃子都已經圓滾滾咁浮晒喺水面，肚子脹鼓鼓，好似充滿咗空氣一樣，甚至隱隱約約可以看到入面飽滿嘅肉餡同埋流動嘅湯汁。呢個時候就代表餃子已經徹底熟透，水分同肉汁已經完美鎖喺入面。撈餃子出嚟嘅時候亦都有講究，唔好用普通嘅筷子一隻隻夾，因為筷子嘅夾力好容易會將煮得軟熟嘅餃子皮夾爛。最好係使用漏勺。喺你將漏勺伸入去撈之前，可以先關火，等水面恢復平靜，然後用漏勺輕輕由鑊底撈起，瀝乾水分。撈出嚟之後，千祈唔好急住疊埋一堆放喺碟入面，因為熱辣辣嘅餃子表面重有好多澱粉質，一旦疊埋一齊，好快就會黐成一團。到時你想分開，佢哋就肯定會整爛。最好嘅方法係準備一個大啲嘅平碟，將撈出嚟嘅餃子一隻隻稍微分開排好。如果你想再精緻啲，可以用刷子喺餃子表面輕輕擦一層薄薄嘅熟油或者香麻油。呢個小動作唔單止可以完全防止餃子黐埋一齊，仲可以鎖住表皮嘅水分，等佢唔會咁快變乾變硬，同時仲會多一份令人垂涎欲滴嘅麻油香氣，真係諗到都流口水。講完煮水餃，我知道好多香港人都特別中意食煎餃。煎得金黃酥脆嘅底，配上軟嫩嘅餃子皮，再加上咬落去爆汁嘅口感，真係人間美味。但係好多人喺屋企煎急凍餃子，一係就煎到外面染晒，入面重係凍，一係就黐底黐到稀巴爛。其實只要掌握咗我以下落嚟講嘅生煎秘技，用急凍餃子一樣可以做出好似日式拉麵店或者上海生煎包館咁專業嘅冰花煎餃。要做出完美嘅冰花煎餃，我哋首先要調配一個黃金比例嘅冰花水，準備一個小碗，加入大約大半碗嘅清水，然後加入1湯匙嘅普通麵粉或者生粉，再加入1茶匙嘅食用油，將佢哋徹底攪拌均勻，直到沒有粉粒為止。呢個就係做出那層薄如禪液又酥又脆嘅冰花外殼嘅靈魂關鍵。跟住落嚟，我哋準備一個不粘平底鑊，記住一定要用不粘鑊，咁樣成功率會高好多。同樣地，急凍餃子不需要退冰，直接從雪櫃攞出來，喺平底鑊入面抹上一層薄薄嘅底油，然後將急凍餃子一隻一隻整齊咁排好喺鑊入面。排列嘅時候可以稍微留少少空隙，因為一陣間冰花會填滿呢啲空間。排好之後，先開中火，慢慢煎大約1至2分鐘。
呢個步驟嘅目的係要利用底釉嘅熱力，將餃子底部稍微定型，並且煎出一層淡淡嘅金黃色微焦面。當你聞到淡淡嘅麵香，睇到餃子底部開始變黃嘅時候，就將我哋頭先調配好攪拌均勻嘅冰花水再次攪拌一下，然後一圈圈咁淋入鑊入面。冰花水嘅份量大約要到餃子高度嘅1/3左右。淋入去之後，你會聽到非常治癒嘅沙沙聲。這個時候即刻蓋上鑊蓋，將火候轉為中火。蓋上鑊蓋非常重要，因為我哋要利用水蒸氣嘅熱力喺平底鑊入面形成一個微型嘅蒸焗環境，將急凍餃子入面嘅生肉餡徹底蒸熟，同時讓餃子皮吸收水分變得軟糯。大約蒸焗5至6分鐘左右，你會聽見鑊入面嘅水聲開始變少，取而代之嘅係油煎嘅噼里啪啦聲。呢個時候代表水分已經蒸發得七七八八，可以打開鑊蓋。打開蓋之後，你會看到水已經乾咗，而原本嘅麵粉水喺鑊底形成了一層白色嘅薄膜。這個時候，將火調小少少，一邊慢慢煎，一邊輕輕轉動平底鑊，令到受熱更加均勻。隨住水分徹底被抽乾，鑊底那層薄膜會慢慢轉化為金黃色，並且出現很多漂亮嘅網狀蜂巢孔洞，這就是傳說中嘅冰花。當你看到邊緣嘅冰花已經開始自動脫離鑊壁，呈現出非常誘人嘅焦糖金黃色時，就可以關火。這個時候，準備一個比平底鑊稍微大少少嘅平碟，扣喺餃子上面，然後一手按住碟底，另一手快速將平底鑊翻轉過來。當你移開平底鑊嘅那一刻，一整盤排列完美，帶着金黃色脆網、香氣撲鼻嘅神級冰花煎餃就大功告成。夾起一隻，輕輕一咬，先係冰花外殼咔嚓一聲嘅極致酥脆，接着是餃子皮嘅軟糯，最後是內餡瞬間爆發出來嘅滾燙肉汁。呢種層次感真係直擊靈魂，好食到停唔到口。其實無論係水煮定係煎，要煮出好食嘅急凍餃子，除咗技巧之外，平時喺超市挑選同埋保存都非常重要。好多時大家去到超級市場，見到急凍餃子特價，就會瘋狂掃貨，塞滿成個雪櫃。但係大家有冇留意過，有啲急凍餃子包裝袋入面會有好多碎冰，或者餃子與餃子之間黐成一嚿大冰磚。如果見到呢種情況，千祈唔好買。因為包裝袋入面有大量碎冰或者結塊，代表呢包餃子喺運輸或者超市上架嘅過程中，曾經經歷過溶雪，然後重新急凍嘅過程。喺融化嘅過程中，餃子皮已經吸收咗多餘嘅水分，變得濕爛。而重新急凍嘅時候，水分會形成大火嘅冰晶，破壞麵粉同肉質嘅細胞結構。咁樣嘅餃子，無論你用幾完美嘅技巧去煮，都極度容易破皮，而且肉質會變得好鬆散，冇晒彈性。挑選嘅時候，一定要揀那些袋入面乾爽，每一隻餃子都粒粒分明，表面沒有明顯冰霜嘅。買返屋企之後，儲存亦都好講究。香港嘅屋企通常雪櫃都比較細，冷凍格塞得滿滿嘅。如果將急凍餃子隨便塞喺角落，好容易會被其他寵物壓爛。建議大家如果拆開咗包裝食唔晒，一定要用密封夾夾好袋口，防止冷凍格嘅乾燥冷空氣奪走餃子皮嘅水分，導致皮變乾裂。又或者可以將剩低嘅餃子放入保鮮盒入面，整齊排好，這樣既可以防壓，又可以防止餃子吸收雪櫃入面其他食物嘅異味。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問，市面上咁多種唔同餡料嘅急凍餃子，係咪所有餃子都適用呢套溫水煮法呢？答案係絕大多數都非常適合，尤其是大家最常食嘅豬肉白菜、豬肉韭菜或者三鮮餃子。因為呢類肉餡含有一定嘅脂肪同水分，在溫水慢煮嘅過程中，肉入面嘅油脂會慢慢融化，同蔬菜釋放出來嘅清甜汁液完美融合，喺餃子內部形成濃郁嘅湯汁。如果係一些純素嘅素菜餃，或者係純雞肉、牛肉等油脂比較少嘅餃子，煮嘅時間可以稍微縮短1至2分鐘。因為素菜容易熟，如果煮得太耐，素菜會變黃、變爛，失去咗清脆嘅口感。而雞肉同牛肉脂肪少，煮過頭，肉質會變得好柴。所以大家可以根據自己買嘅餡料，靈活調整一下最後點水嘅次數同埋時間。其實煮食真係一門好得意嘅科學。生活入面好多看似理所當然嘅常識，往往都隱藏住一啲美麗嘅誤會。好似用滾水煮急凍餃子咁，可能我哋由細到大睇到阿媽阿爸都係咁煮，就覺得理所當然。但係只要我哋肯花少少心思去了解一下食物背後嘅物理同化學變化，稍為改變一下下鑊嘅水溫，加少少鹽、少少油，多一分耐心去溫柔推動水流，普通到不能再普通嘅急凍食物都可以煥發出完全不一樣嘅光彩。
大家今晚返到屋企，不妨就打開雪櫃，攞出一包急凍餃子，試下我今日教大家嘅溫水煮法或者冰花煎法。我相信當你咬落去，感受到你股濃郁嘅肉汁喺口中爆開，而餃子皮依然保持住煙韌彈性嘅那一刻，你一定會忍不住感嘆，原來以前自己真係浪費咗咁多好餃子。好啦，今次嘅廚房獨門秘技分享就到呢度，大家一定要試下，真係好食到不得了。